Hello，大家好，我係常用地產 Mandy 喺珠海嘅市中心鳳凰片區呢邊，靠住我哋嘅香山公園呢一個片區當中。如果你想揾一套連排嘅別墅，而且有裝修嘅話，究竟需要幾多錢呢？咁今日我哋係嚟到咗上東領域嘅呢一個樓盤。咁呢個盤主要啦係以連排疊墅咁樣嘅一個形式啦嚟到呈現嘅。呢一套單位嘅面積咧係439.37個平方，目前嘅售價咧係咁我哋而家咧可以見到啦，就係呢一個樓盤嘅話入住率係非常之高嘅，因為呢一個片區嘅話咧係可以號稱為珠海片區當中學區最好嘅一個片區位置，同時嘅話咧亦都係相對咧比較高精尖人才居住嘅一個片區位嚟嘅。咁呢一個面積嘅話咧，相對嚟講亦都係有一定嘅優勢嘅。再加上咧地理位置啊，以及周邊嘅環境啊，側邊嘅話咧就係我哋嘅香山公園，前邊嘅話咧就係我哋嘅鳳凰中學。可以話咧一出門，無論係教育配套或者係優質嘅一個生活配套咧，都係可以滿足到大家。而我哋見到嘅呢一棟別墅嘅話咧，其實佢就係呈現出一個疊墅嘅一個形式嚟嘅。咁就有上疊同埋下疊。今日睇嘅呢一套咧係屬於下疊單位。咁入嚟之後啦，首先佢就會有一個細咁樣嘅一個入戶嘅一個形式感喺度。咁同時嘅話咧，側邊嘅話咧就會有佢下沉式嘅一個花園空間啦。咁再由呢一個樓梯上到嚟咧，就會正式進入到我哋嘅室內空間。咁除此之外嘅話咧，我哋可以唔由呢一個正大門度出，係因為咧，如果我哋行正大門咧，我哋就要步行嘅；如果咧我哋行側門嘅話咧，嗰邊就可以直接啦，喺我哋嘅地下車庫啦，直接搭電梯啦上到嚟1樓嘅。咁就睇翻你採用邊一種模式啦。正大門咧，佢採用緊嘅係一個雙開門嘅一個設計，入到嚟就係直接下沉式嘅一個客廳空間。咁佢裝修色調方面嘅話咧，成個客廳主要咧係以大理石嘅鋪。即係我哋嘅背景牆啦，同時嘅話咧，吊頂上面佢就會採用一啲叫做玻璃反光面即係鋼化玻璃啊咁樣嘅一個吊頂形式，咁亦都係做咗一個水晶燈咁樣嘅。相對嚟講嘅話咧，其實成個客廳嘅空間以及裝修嘅色調方面都係完全 OK 冇問題嘅。咁再由呢度3級台階上嚟之後咧，嗱呢一個公共空間位嘅話咧，其實就係我哋搭電梯嘅側門，亦即係我哋嘅後門呢度。咁後門嘅話咧，中間嘅話咧就係我哋嘅電梯空間，然之後對面嘅話咧就係我哋嘅另外一戶啦。咁呢一度嘅別墅嘅話咧，佢全部都係連排嘅，所以就冇話即係真係單獨嘅一個獨棟啊，或者係雙拼咁樣嘅，基本上咧都係以連排嘅疊墅咁樣嘅一個設計嚟嘅。但係咧，佢室內嘅一個空間方面就會顯示得會比較大少少。呢一點喺疊墅當中嚟講，我亦都係算係比較唔錯。但係咧，如果係疊墅單位下疊嘅話，就冇天台有花園嘅。咁呢一種嘅話咧，就相對嚟講睇翻大家自己一個需求情況啦。咁中間嘅話咧，就側邊就係我哋嘅樓梯空間。如果你想更換到電梯嘅話咧，將呢一個水晶吊燈嘅話咧，直接係拆咗佢，喺呢一個區域咧，仍然可以擺到一部細嘅電梯空間嘅。好，咁再入翻嚟嘅話咧，就係佢嘅餐廳啦，以及啦公共嘅一個洗手間啦，咁樣嘅一個空間位嚟。呢一邊嘅話咧，就算係一個公區為主，不過咧因為裝修已經有一定嘅時間，同埋佢空置嘅時間太長啦，所以咧室內咧如果係木質嘅一啲材料方面嘅話咧，都有少少發霉嘅一個現狀，就建議大家如果係木質嘅呢啲包括咧佢呢啲包邊嘅呢啲板嘅話咧，都係舊式嗰啲木板嚟嘅，所以就建議大家係撬晒佢，然之後拆成一個乳膠牆漆或者係藝術漆啊，甚至乎你做嗰啲硅藻泥嗰啲都係 OK 嘅。咁成個餐廳其實係會比較大少少啊，所以你見到佢採用嘅係一個差唔多去到20人左右咁上下嘅超級大圓台嚇，亦都係足以體現出佢成個空間咁嘅大細嘅。咁再由呢邊轉身咧，就係佢嘅廚房啦。廚房嘅話咧，其實佢係比較大嘅，採用緊 U 型嘅一個設計，而且嘅話咧，佢係可以直接咧係連通到我哋嘅後花園。後花園咧亦都係一個下沉式嘅一個設計嚟嘅，大概嘅面積咧係可以圍到咗我哋嘅35平方左右咁上下嘅，咁就供俾大家啦，去種翻啲自己簡單嘅一啲愛好啦，咁可以滿足到大家你可以有身心愉悅嘅地方。咁成個廚房基本上你全部都要重新揼過去，因為之前咧業主有住過，所以咧成個廚房嘅保養方面就係非常之一般嘅。好，再喺廚房嘅隔籬呢邊嘅話咧，就會有佢1樓嘅長輩套間啦。呢一間長輩套間咧，相對亦都會比較大少少吓。呢一個咧係屬於休息區域，然之後咧衣櫃咧已經係嵌入咗啦，再入去嘅話咧就係佢嘅洗手間位啦。咁全部咧都已經係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設計吓，基本上佢嘅佈局就係完全冇問題嘅。不過咧呢一間房嘅話咧木地板啦、牆身啦或者係櫃啦，呢啲基本上都要重新再
做過翻㗎啦，因為已經係發毛得比較嚴重。不過咧，如果唔介意嘅情況底下做除霉咧，都係可以正式入住嘅。好，睇完咗第一層之後咧，再帶大家感受下我哋嘅負一層啦。而家咧係嚟到咗負一層，負一層嘅話咧，總共分咗兩個區域，咁兩個區域嘅話咧都有唔同嘅屬性。如果係我哋而家所處嘅呢一邊嘅話咧，佢就係相對咧比較大少少嘅一個休閒娛樂嘅一個空間為主嘅。咁同時嘅話咧，喺推拉門直出嘅話咧，就可以見到我哋下沉式嘅一個花園啦。咁成個下沉式嘅花園呢邊大概咧係可以圍到咗40到45平方左右咁上下。咁我哋見到斜斜地嘅嗰個面嘅話咧，就係我哋啱先啦上正大門嘅嗰個樓梯嘅一個空間位嚟嘅，咁相對嚟講啦，呢一邊嘅話咧，佢就相對會比較開放式少少。咁再過嚟呢邊嘅話咧，佢就會有獨立區分開嘅一啲功能性嘅房間，係亦都係睇翻大家自己點樣去到利用啦。首先呢一個位咧就係公共嘅洗手間位，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一個洗手間嘅設計。再過嚟呢邊嘅話咧，就係一個書房啦、麻雀房啦，又或者啦，你可以作為一個紅酒嘅儲存區啦，等諸如此類都得，佢係一個暗房嚟嘅。咁再過嚟呢邊嘅話咧，呢一個位置咧，大家就可以作為一個保姆間啦，又或者係監控室啦，咁樣嘅一個空間位。再過嚟呢邊又有另外一個細少少嘅房間，你睇下即係自己睇住去到設計都係完全 OK 嘅。咁呢度咧啱啱好擺一張麻雀或者係按摩床啊，呢啲咁樣就相對比較好少少。呢一個區域咧就相對會比較開放式少少，因為咧呢度推拉門之後咧落嚟就係一個下沉式咁樣嘅一個採乾淨嘅一個空間嚟嘅，即係可以話呢一間房咧佢就會帶有陽台，所以會有些少嘅一個採乾面啊。咁成個負一層其實咧空間方面咧亦都係相對比較大少少噶。好，咁跟住落嚟再帶大家感受下我哋嘅二樓空間。而家咧，我哋正式啦上到嚟二樓。二樓咧主要以休息區域為主吓。而家咧，我哋先由呢邊開始睇起吓。咁呢邊總共咧會有2間房吓，一個套間以及我哋嘅公共洗手間嘅。咁洗手間嘅話咧就係側邊第一個空間位嘅。咁再過嚟呢一間咧就係一個套間嘅形式吓，帶有獨立嘅一個洗手間設計。咁同時嘅話咧呢一間，除咗呢一點之外嘅話咧，佢嘅實用性亦都比較強。門嘅後邊嘅話咧，就有大概1.5米左右咁上下嘅衣櫃空間。再過嚟咧就係休息區域啦，1.8米左右咁樣嘅大床擺翻落嚟嘅話，成個空間感亦都係呈出比較 OK 咁樣嘅位嚟嘅。同時呢一邊嘅話望出去咧，啱好有少少錯開嘅空間位啊，所以佢光線程度啦，以及景觀方面咧，都係望向翻別墅為主嘅。再喺側邊呢一間房咧，佢就相對會比較細少少，但係有一個優勢就係佢會帶有獨立嘅一個陽台咁樣嘅一個空間，而即係話呢一間房嘅話咧，佢嘅通透性啦，同埋佢嘅一個叫做相對嚟講居住嘅舒適度方面咧，亦都係相對會比較高少少，就會比較適合我哋小朋友啦，或者係一啲成年人去到居住嘅。咁成個空間咁呈現，亦都係相對較有特色嘅。咁再過翻嚟呢邊嘅話咧，就仲會有一個雜物間嘅一個空間喺呢度嘅。咁成個雜物間嘅話咧，就係一個暗房嘅形式吓。咁如果唔介意嘅情況底下咧，呢度咧都可以作為一個細嘅一個衣帽間嘅存在嘅。再入翻嚟咧，就只門開放入嚟之後咧，首先佢就會帶有一個獨立嘅書房空間啦。再喺佢嘅對面咧，就會有一個 L 型嘅衣帽間，再連接住我哋主人房嘅洗手間啦。咁呢個洗手間嘅話咧，佢係帶有浴缸，同時嘅話咧，會帶有我哋嘅淋浴功能吓。咁成個空間咁方面咧，亦都係呈現一個比較好嘅一個狀態嘅。不過咧，呢一個洗手間嘅話咧，佢同衣帽間就係做咗一個雙連通嘅一個設計，所以係冇做到任何嘅一個門框喺度嘅。後期嘅話咧，就需要大家自行咧再去加裝嘅。咁再入翻嚟休息區域咧，亦都會帶有一個長身型少少咁樣休閒一啲嘅一個陽台位啦。咁成個主人房嘅休息區域咧，呈現出嘅話就係一個較為大氣少少嘅狀態啦。咁望翻過去嘅話咧，其實就會望翻我哋別墅區下沉式咁啊，每一戶嘅一個大門咁樣嘅空間，以及咧我哋都可以見到人哋嘅一個即係前花園咁樣嘅空間，係相對嚟講嘅話，亦都係算係比較 OK 嘅一個景觀啦。咁睇完咗我哋嘅2樓之後咧，我哋成套單位嘅一個室內空間就同大家一齊分享到呢度啦。咁而家咧，再帶大家感受下佢嘅周邊環境吓。咁如果係我嘅左手邊嘅話，呢邊嘅話就係鳳凰中學嚟嘅，就係小區樓盤出嚟之後嘅左手邊啦。咁再過去嗰邊咧就係別墅區啦，以及香山湖公園咧喺嗰邊嘅話咧，仲有一個即係上去嘅地方嚟噶。因為咧成個公園比較大啦，所以咧佢有好多咧出入嘅地方。咁同時嘅話咧，呢一個公園嘅話呢，因為係後期咧先再設計出嚟嘅，所以咧佢喺停車位方面啦，呢一方面就做得比較好。首先佢就會
地下呢一度入去之後嘅話咧，係會有佢嘅地下停車場嘅。咁同時嘅話咧，哇！成個即係公園嘅一個外立面，即係啲公共區域啦，即係譬如話 KFC 啊，包括啦佢嘅洗手間啊，同埋一啲即係涼亭位啊呢啲咁樣，佢嘅設計咧亦都係偏向於復古嘅一個設計㗎。咁再過嚟呢邊嘅話咧，就係珠海華發四季呢個樓盤嚟嘅。咁華發四季樓盤嘅話咧，其實佢周邊咧都有自己嘅一個即係配套設施喺度啦。咁呢一區嘅話咧，佢就會有我哋嘅社區服務中心啦，同埋咧我哋嘅即係睇書嘅一個地方啦。咁再包括嘅話咧，仲有一個小區嘅業主會所嚟嘅。咁呢邊嘅話咧，其實成個華發四季目前嘅一個市面上嘅售價係可以去到46,000到55,000區間嘅。咁就睇翻唔同嘅業主咧，佢嘅售價咧都唔係咁相同嘅嚇。咁成個片區嚟講嘅話啦嚇，咁呢一個區嘅一個保值率方面，即係佢樓價方面嘅保值方面咧，就會相對比較好少少，因為佢係非常之穩定嘅，即係會有穩定嘅人群啦，包括咧佢會有穩定嘅一個教育咁樣嘅一個質素啦，包括咧呢一個周邊嘅話咧，佢係會有非常之穩定嘅一個叫做休閒配套設施啦，所以咧喺呢一度居住嘅話，就已經係意味住咧佢無論係你居住嘅舒適度又好啦，或者你去享受到嘅一啲周邊配套設施啦，等各方面都好啦，都係算係珠海當中相對咧比較高端少少噶。咁呢一度嘅話咧，亦都被大部分嘅珠海人係稱之為係珠海嘅一個龍脈所在地咁呢一點嘅話咧，就要睇翻即係唔同嘅人就會有唔同嘅理解啦咁變相嚟講就係話呢一個片區嘅話咧，佢確實樓價咧相對係會比較穩定少少噶。OK，咁成個片區嘅話咧，其實佢嘅一個環境方面啦，你包括你而家睇翻佢嘅道路啦，包括佢樓盤嘅一個建築密度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係即係相對嚟講啦，係會比較舒適度比較高嘅，即係無論樓間距又好啦，或者樓盤居住嘅一個密度各方面都好啦，都係相對比較唔錯噶。OK，咁睇到呢度嘅話咧，基本上我哋成個樓盤呢邊嘅話咧，就同大家一齊咧分享到呢度。如果大家咧對呢一邊嘅樓盤有興趣，或者啦想了解更加多詳細資訊咧，亦都歡迎大家留低嘅留言或者直接致電翻俾 Mandy 啦。未關注嘅朋友記得關注同撳一撳旁邊嘅小鬧鐘，咁樣先可以及時接收到我哋嘅最新消息。下期再見，拜拜。